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7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薇。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乌克兰甲俄罗斯相战第4天，乌克兰的首都丰首案，俄罗斯公民入去官方第2大城，已经崩掉当地天然气供线。今日一群增加16例本土新北占5例，桃园11例，拢甲观音区幼稚园有关系，预计会有9千人获隔离。总统蔡英文视察威权时代精神政治权的新北安康接待式，曹总统强调讲，台湾的民主转型正义会继续向前行。今日新闻头起先由原先来关心乌克兰甲俄罗斯相战的情形。两国小战已经第4天，俄罗斯头先是想要甲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占起来，不过乌克兰防守是真严。俄罗斯即马瓦攻第2大城哈尔科夫，战车已经进入城内，甚至甲当地天然气供线崩掉。27号早也在39点钟，宵禁中的乌克兰首都基辅街路上真冷清有杀气。对这假期暗时，俄军强烈猛攻乌克兰境内的机场甲能源的设施。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瓦西尔科夫空军基地附近一个储油库，予火箭炮攻击了后，爆发大火画面，大火甲乌烟冲到天顶。另外，俄军也炸掉乌克兰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一条天然气供线。地区首长西涅古波夫警告，俄军的车辆已经入去哈尔科夫，透早爆发街路战。呼吁当地民众暂时拢卖出来。俄罗斯方面是宣示全面封锁乌克兰南部克松，也阁有博德扬斯克2大城市，讲这个攻击是真有收获。Российски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поражены 975 объектов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Украины. 乌克兰官方2日统计，战火造成包含3个囡仔在内198人丧生，上千人受伤。不过也遭到俄军真侪攻势，甲首都基辅收掉咧。俄方表示，已经派出军方甲外国官代表团到白俄罗斯的格里梅市，准备要甲乌克兰进行会谈。也不过，乌克兰总统杰林斯基拒绝伫配合俄军入侵的白俄罗斯来举行会议。伊讲，若是其他谈判所在就会用的。Окончание войны. Варшава, Братислава, Будапешт, Стамбул, Баку. Это все мы предложил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роне. Да и любой другой город нам подходит. В стране, с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оторой не летят ракеты. 随着战火延续，超过15万乌克兰人民行路开车，也是坐车出境，走往邻国波兰、摩尔多瓦甲其他国家。乌克兰边境城市利沃夫，老人囡仔妇女伫深夜真寒的天气等待检查入境波兰，车程有30公里。波兰已经在东南部边境开设8个难民中心，联合国警告，若是战斗升级，造出难民数字可能增加到400万。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俄罗斯硬攻乌克兰，引起国际出手制裁。法国、荷兰、德国拢按算要提供防空飞弹甲反战车武器。美国甲侪欧洲国家，甲俄罗斯几多间银行赶出国际银行系统，希望会当对经济面压制俄罗斯的攻势。不过有学者就表示讲，俄罗斯的总统普廷早就已经建立独立的金融系统，而且佫掌握欧洲要使用的天然气甲石油，制裁的效果恐惊是真有限。罗西亚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进入第4天，持续以大炮甲巡弋飞弹攻击首都基辅甲其他的城市。不过，伫乌克兰军队的抵抗之下，因进展是真慢，暂时无法度派入去甲基辅。也若国际上是加强金融制裁力头，甲特定几间罗西亚银行为 SWIFT 国际银行的系统内底移除。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partners are working to cripple Putin's ability to finance his war machine. We commit to ensuring that a certain number of Russian banks are removed from SWIFT. This will ensure that these banks are disconnec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nd harm their ability to operate globally. 乌克兰总统格林斯基表示，这项金融制裁是乌克兰一大胜利。罗西亚会面临几啊10亿美金的损失，这是伊讲话无算话入侵乌克兰爱付出的代价。伊还阁表示，土耳其已经同意伊的呼吁，禁止罗西亚的军舰进入乌海，嘛愿意甲罗西亚会谈。Ільхам Алієв і президент Ердоган запропонували організувати переговори з Росією. Це можна тільки привітати. Сьогодні вкрай важлива є заборона та прохід російськ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кораблів у Чорне море. 不过，土耳其还未宣布敢是要禁止罗西亚的军队进入乌海。也若罗西亚国防部表示，基辅当局拒绝伫咧罗西亚盟友白罗斯境内谈判提议了后，罗西亚的军方已经接到命令，要扩大进攻。
所有单位会为各方面持续推进。虽然西方国家无出兵，不过有答应讲会援助乌克兰。德国政府批准军方送1000架反战车的武器，也有500粒刺针防空飞弹过。那荷兰嘛同意乌克兰的要求，会赶紧送200粒刺针飞弹、甲50个铁军3型火箭弹、甲400支火箭来协助对抗罗西亚。另外，法国嘛同意提供能源甲军备。法国海军伫咧英吉利海峡以欧盟制裁法案，甲一只要驶去圣彼得堡的罗西亚的货船砸落来。格林斯基推文表示，伊甲马克宏的对话是分跨外交战线新的一天，反战联盟嘛已经启动。国际新闻是会长编译。也那咱台湾外交部已经顺利安排18个台湾人离开乌克兰入境波兰，目前也有14个人伫咧乌克兰境内等待。咱的外交部是表示，会甲因保持联络，随时甲因斗相共。咱台湾目前是对国际出手咧制裁俄罗斯，不过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国际油价大起，互咱国内油价嘛是破7年来上悬的纪录。对于乌克兰撤离的18名侨胞，2日暗时入境波兰，摕到国旗甲驻波兰代表处的大使陈良金翕相，顺利离开战火的乌克兰，大家将会较放心咯。公路因大规模逃难潮严重塞车，我国撤侨专车历经46个小时，在26日通过边境检查站，平安顺利入境波兰。之后将由国人自行决定返国或前往其他安全地区。外交部当时指出，另外有4名旅居乌克兰的民众在外贸协会自支付台湾贸易中心这单位协助的27早起顺利到斯洛伐克去避难。依据驻国代表处汇报，即阵也有14名民众滞留伫乌克兰境内，7人伫基辅，2人伫南部，3人伫东部，也有1对母囝暂时避居西部的利维夫妻。咱驻外人员拢有甲伊保持联络，以提供必要协助。俄罗斯军事攻击乌克兰，台湾甲其他民主国家同声谴责，也同步紧急制裁。对着网络流传讲，即阵乌克兰都是以后的台湾的讲法，行政院长苏清昌强调，无允准有境外势力散布假信息。台湾不同于乌克兰，我们不但在地缘政治上重要，在地理环境上也有200里的海峡区隔，我们掌握各种情况，不容有境外势力或有附和者用不实的假信息要来比附援引，做不当来扰乱民心士气。战事造成国际油价起价，为着平稳这机制，中油家己来吸收。2八0点开始，汽油、柴油各起5角到4角。参考零售计价分别是9厘每公升30.7块，95每公升32块2，98每公升34块2，柴油每公升是28块半。油价即阵是7年来上贵的。行政院检视能源、民生、工业物料、金融市场这4大面向，包含油气进口来源、多元的布局，提前来采买黄豆、小麦甲番麦，调降这个关税甲营业税，确保民生物资量有够，继续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转来关心咱国内疫情。现时的本土病例一困头就增加16例，主要是伫咧新北甲桃园。新北的病例有4例甲火锅店有牵连，桃园迄边的11例拢甲观音区的幼儿园有关系。为着阻挡幼儿园的群聚搁摊开，桃园医科会有9,000人防隔离。人甲车真济，无受确诊行踪的影响，这是新北新增的美食卖场，拄着连续假期，买物件民众游玩真济。国内一次增加60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分别是44例境外移植，加16例本土个案。那境外一路中有20例是航班落地采检的阳性，那16例的本土病例是9男7女，居住的县市桃园有11例，新北有5例。新北卫生局表示，增加5例当中，2059是火锅店员工是1例确诊员工，20456的同事，共大的爸母甲小妹3人，20564到20566也拢染疫。另外一个确诊者是20567，是台北市中高自会 KTV 上关，基本采检确诊是19996例共大的人。相关匡列的接触者112人，有4人居家隔离。目前都已经安排采检了，那后续我们会持续做疫调及相关的防疫工作。2月26号居隔第14天，也就是即将要解隔之前的采检呢，转为是阳性 ，CT 值是17.49，那目前就是收治专责病房隔离治疗。桃园市增加11例是最近上悬，全部是支持观音区幼儿园无满10岁囡仔验身。
年岁伫无满10岁到60外岁，除了动物以外，连动物亲人也染疫，是体达伫21.2到16.2之间。幼儿非常容易群聚感染，因为没有打疫苗。那因为他们的症状很轻微，所以学校跟家庭都忽略了。郑文灿表示，以过去的经验，这波群聚感染可能会扩大，希望在上短时间内对产生的这场学校做考虑，为防止破开国家隔离人数可能有1000人，希望应确保社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连假交通的情形，今日是连假的第4天，高速公路有原有塞车情形。国道5号就北的方向预计会塞到暗时8点。也若是天气的情形，显示各地头拢是温暖的好天气。不过因为旧历年已经过啊，春天到底，人各位咧讲，春天后某面要变一时间。气象局就预告未来1礼拜烧热甲低温的变化会真接，提醒大家休仔也是爱随时扎咧身躯边。车一台煞一台，屏东最低了路段为中昼过后车就开始多，尤其伫下晡的时阵车上多，警方赶紧调拨路拦车道，疏解上北车流。今天下午会有北返的车潮，时间大概在下午3点到8点的时候。警方表示，最低了路段是第1线甲第17线交汇5岔路口。连假第2天虽然是车多，不过地势真好。国道部分高公路有估今仔日全线交通量是115万车公里，差不多是年平均平常时的1.3倍。其中公路也是上塞的路段。在宜兰到坪林，则从上午9点开始就会有车多拥塞的状况，并预计将持续到夜间的8点。在天气方面，气象局表示，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云量较济，西半部地区维持好天到侪云的天气。不过早暗温差较大，最近会出现3摆，有时冷，有时较烧热的春天天气形态。明天的话，以及后天，东北季风又会再稍微增强。到了下一波东北季风增强的时间是3月2号的时候，那第3波。东北季风增强的时候是3月5号的时候。气象局有估北部低温会有13度，中南部日夜温差可能有10度。另外，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气象局提醒西部地区甲外岛要注意局部有大蒙雾或者是低云影响到能见度。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大家来认捌台湾的过去。伫咧新北的新店有一间安康接待室，是过去威权时期咧征信政治犯的所在。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阁有捌互关伫咧遐监察院院长陈菊，伫咧今仔日也就是228的前一天去遐视察。总统蔡英文是强调讲，无论是台湾的民主发展，也是转型的正义，拢绝对会继续向前行，袂停落来。行伫黑暗无见光的走廊，这是过去关政治犯的秘密场所——安康接待室。检察院长陈菊、总统府主席姚嘉文等受难者，甲总统、行政院长做伙转来这个当年互因受尽折磨的所在。我们是眼睛被蒙着，然后双手环铐，然后载着那个警总跟调查局压着车子，就送到现在的安康调查处。我并不知道我要送到哪里。当时非法的羁押真讯，暂时的刑求，就发生伫这一间黑暗的房间内。出转会伫2022年1月审定安康接待室为不义为止。总统蔡英文表示，绝对袂和台湾翻头行维权的路。行政院已经规划将它移给我们的文化部，纳入景美人权园区，成为我们国家人权博物馆，作为实现转型正义、推广人权教育的基地之一。这个安康不义遗址，就我已经责请罗秉成政务委员整合跨部会，现在就在进行，保留遗址以及相关的资料收集和访谈等。安康接待室其实伫2021年10月，就地方文书团体提报告知，新北市文化局2月2日召开文书审议，因为地权复杂，较建议新北市府暂缓指定告知。
提报人吴丕伟指出，目前安康接台式并无严格管制，甚至有人把这当作是冒险的场所。不管最后审议结果如何，拢毋忘即时赶紧做好管理，完整保留前辈牺牲自由的历史现场。记者杨淑静、曾派文新北市报道。咱甲镜头搁刷来到乌克兰，近日俄罗斯发动攻击的时阵，强调讲应该会拍军事目标。不过其实有侪社区甲学校拢互爆甲真伤重，百姓拢已经有路无厝。就读基辅的民众嘛，拢秘伫咧地下停车场甲地铁站。根据统计，已经有超过9000个乌克兰人绕过波兰的边境，等待用难民的身份入境。不过伫咧这款时势，嘛开始有不少民众决定要加入军队，保护家己的国家。这个看起拢是枪弹破坏的厝、汽车，还有残破的厝顶。这是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城市马里乌波尔，民众如昨仔转来到互炮弹攻击的这间厝，厝顶特别落来啊，规间厝敢若要倒来啊，涂骹也留着亲人受伤的血粒。伊讲事发迄当时，赶紧甲上细汉的囡仔诱调咧，赶紧冲出去，要找所在紧闭起来，实在是真恐怖、真危险。Я не знаю, что теперь делать нам. Ну, как-то выживем, наверное. Будем стараться. Боль, дети боятся сюда идти. 转来伤心的所在，物件赶紧收收款款的。如昨仔一家15个人，即阵是无家可归，伊妈妈受伤住病院，其他厝内底人是暂时去瓦靠亲情。囡仔受到遭到炮弹袭击的时阵，哪讲哪好。Да вообще, если ночью что-то будет, куда мы пойдем? 如昨仔绝望讲，伊毋管战争什么人输什么人赢，对伊来讲上介重要是囡仔会使快乐来成长，毋是像即阵逐工一直好。另外，位在乌克兰中南部的第4大城丹博贝佐斯基，这个招募甲物资中心有袂少人来登记，决定要站起来对抗俄罗斯。Уже готов. Раньше, может быть, у меня были какие-то сомнения, но теперь я готов точно. Это война. 伫首都基辅，官方警告民众应该避难，以免互流弹拍到。袂少人到地下停车场甲地铁站。不过，也有更加侪乌克兰人民决定离开家园。二月统计，已经有超过9000人经过边界进入波兰东南部的村庄梅迪卡，等待以难民的身份来入境。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欧盟成员国波兰境内原本就8万人的乌克兰社群。记者宋夏报道。咱头拄则有讲到，有袂少乌克兰的民众自愿加入军队，有专家就认为讲是这个原因，才会当互俄罗斯进攻的速度无遐尔顺利。看到俄罗斯这个情形，有袂少人就咧讨论讲，咱台湾国防的能力到底敢有够？敢是要恢复征兵制，也是甲做兵的时间又互长？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就呼吁政府要赶紧提出完整的兵役政策。乌克兰和俄罗斯拄着签约第一场座谈会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甲主管研究所所长苏志云分析战情，俄国一开始暗示飞弹攻击，派出快闪舰、心理战，想要瓦解乌克兰民心士气。不过，尽管天气甲部分南土影响，而且下定战毋是俄国机械化部队的优势，也有袂少乌克兰民众加入反悔，和攻势进度不如预期。有立法院国防委员会立委认为，全民国防是台湾未来应该思考的方向。我们号称有250万后备军人，平常的训练是非常重要，而不是威胁到了来做射击训练，来派发武器。有学者呼应安尼看法，除了防空演习，应该爱针对战场环境情势做更较实际的规划，也建议政府未来在社区建立防卫甲防灾体系。以目前我们所看的这样的一个演习的形式，事实上还有它改进的必要。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有社区防御体系哦。乌俄之前也引起各大讨论，是不是应该恢复征兵制，或者是服役的时间改做原来制度？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呼吁蔡政府提出完整的政策。我们这个会期，国民党有提出来，包括兵役法跟后备军人条例的修正。那至于整体的规划，执政党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政策，不要空喊口号，而有具体的落实。台湾甲乌克兰共款拢用权做厝边，就即摆乌克兰危机，思考强化防卫能力的方法，希望增加国家全方位能源实力，互敌人唔敢来犯。记者综合报道。
转来关心咱地方的消息，顶礼拜因为寒流甲大雨，互苗栗大湖的草鱼害甲真严重。农委会勘测了后，就表示，栽损2成以上的10公顷补助现金9万，嘛用加工的技术减少农民的损失。除了草鱼，彰化保心的坡道嘛有受损5成，损失可能有9亿。一箱一箱的草莓，毋是烂去，就是已经生果啊。最近原本也是草莓大出的时阵，毋过受到顶一波大雨寒流影响，苗栗大湖农损真严重，农民讲钱救偌济算偌济咯。连取下来做加工都不行，几乎都发霉坏掉，所以我们的损失蛮严重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中立即到苗栗大湖了解受损的情形，初步来估计，苗栗县有400-500公顷种草莓的所在，受损的面积是160公顷，损失金额是3200万，其中大湖是上严重的。陈吉中讲，会启动现金的补助来帮助农民渡过这难关，协助农民尽速的来做护耕，包括很多的可能的病虫害的防治。陈吉中表示，除了每公顷9万块现金的补助，也建议调悬救助标准。另外，请农粮署来调查加工厂这场所有冷冻设备，提供加工来减少农民的损失。另外，彰化保新、山亚甲葡萄也损失真严重。一年的收益也2亿多了，相加损失就要1亿多以上。农会初步的统计，保新的蜜红葡萄种植面积大约是150公顷，不过受到前一波大雨影响，真侪所在拢有幼果损伤甲路滚边，损失大约是5成。另外，金碧山也有大约3成损失。官府表示会尽紧来协助提报灾害损失。不要忘记说拍照，好，那来存证启动这个现金救助的时候，那农民就可以到公所来申报。官府表示，会请公所甲农会汇集资料，由官府向农委会来申请补助，也协助农民申请补助设置温室，预防这个剧烈的天气所带来冲击。记者综合报道。1966年开伫咧嘉义县大南火车头边的成都旅社，见证大南过去的欢迎甲在地特殊行业的历史。即阵出自甲在地的人士，佮有南华大学合作，向文化部申请补助，修理这栋3层楼仔悬的楼厝，希望会当互大众了解在地历史。在地文化导览员小介这栋准备要开始整修的建筑，这栋有50多年历史的旅社，因为特殊的经营文化，内底的装潢，佮会当看到真趣味的设计。它那个年代，还有包括它的特种行业，所以来住的人。万一他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所以他要从里面的房间逃跑或是跑出来的时候，他可以从这个铁花窗，因为这个是活动的。这栋有超过30间房间的成都旅社，都是大南火车站边啊。因为较早兵营甲灯箱的关系，所以来来去去的人真多。出自为了要保存这特殊的历史文化，甲万国县南华大学合作。做伙申请文化部的补助，整理好了后，伊要开放啊，大家做一个使用，甚至啊，咱这地方的少年囡仔会使甲伊设计的物件，有一个所在也可以做一个展现。自强旅社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提供一个公益空间，还有青创的空间，让在地的年轻人以及相关的人士可以来做使用的。就增进就是在地的青年就可以回乡嘛。现在都政府都鼓励在地青年要在地生活创业，我们就是把这个空间让出来。透过文化部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这栋3间连做伙的旅社，暗算要伫2024年整修完成。设计师表示，会保留大部分的建筑风格，俾互来遮游客当透过这间旅社，认捌大南在地过去的欢迎。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5度到25度，中部地区14度到25度，南部地区15度到26度。东部地区16度到26度，华都地区13度到20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皮，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